欢迎收听文言良语。一句文言良语，互咱学习人生真理。救主耶稣基督讲：“我来了，是要互人得活命，并且得的更加丰盛。”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。耶稣基督乃是造物主，万物是借着伊做的。既然被做的，无一项毋是借着伊所做的啦。活命伫伊内头，这个活命就是人的光。自从咱人类始祖犯罪了后，人的心就因为罪的存在，拍伫恶者魔鬼的手下，占领了人的心。人的心就活伫黑暗中间。耶稣基督乃是对天顶来到黑暗世界独一的救赎亮光。伊真理活命福音的光呢，若照伫什么所在，咱人若谦卑来接受真理的教导，就要得到主所赐新的灵魂生命，并且继续追求忠贞的人，要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。所以有一件代志，咱必须要清楚，就是所有属灵的工作，伊的目的，拢是为着要互人透过耶稣基督救恩来得到活命，以继续甲活命进入更加丰盛的地步。若无吼，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咯，永远是茫茫渺渺，虚空过一生啦。咱若是真实的对主耶稣基督遐得到活命，这个活命若靠着主耶稣基督来成长，就无抵触甲犯罪，也袂灭亡，也就袂贪爱这个世界，并且会当讨神的欢喜，行神的旨意。所以基督徒会祈祷、读圣经、聚会、讲道理、听道理，彼此的交接沟通，拢应该是为着属灵活命得到造就，得到长进，得到天国愿望来做出发点的。人伫宗教信仰顶面，不单单是为着敲找一点仔知识，明白一点仔道理，甲人有一寡人际关系，或是要借着学习的代志来换出工作，或者任何名望甲利益。若是安尼吼，安尼就会互家己的活命陷伫黑暗中间，也互别人陷入活命虚空的深渊。咱人类呢，拢应当爱来尊迎、仰望、倚靠、尊敬迄个赐丰盛活命主耶稣基督的旨意。救主耶稣基督讲：“我来了，是要互人得活命，并且得的更加丰盛。”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。以上文言良语由查拉法人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提供，感谢你收听。